今日嘅主題奪命魔鬼嘅責歸，請咱做者來讀這集嘅經文，約翰一至3章8節。咱做者開聲來讀。犯罪的是屬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兒子顯現出來，為要奪命魔鬼的責歸。到2章嘅時候，法西斯到全球瘋狂嘅侵略，虐殺人類，日本戰敗，簽署無條件投降制，卻始終無承認伊嘅罪行，死不悔改。全國城市甚至驚惶假期嘅戰況，認為人一死都會成仙。這直接寫壓命亡嘅背後，完全是魔鬼下令嘅責歸。犯罪的是屬魔鬼，人若無敬拜獨一嘅精神，也無曉得真理，就選擇家己做主，對入魔鬼嘅掌當。伊從起初就是殺人嘅。而精神卻是愛人的，甚至寧願捨伊個獨生愛子到世上來，受上苦的刑罰，為救罪人脫離永遠的命運。精神的愛也將向到蒙恩得救聖子兩個生命中，從這本接動也興春嘅基督徒，繼續將耶穌基督嘅福音本一本人，愛叫伊人信主耶穌，悔改得救，效法基督愛求得嘅心，到這個就彰顯無異了。今日主來嘅日子就更近了，讓人為容受魔鬼蒙蔽嘅人來禱告，甲人當得福音嘅好處，為主拍那美好嘅仗，奪命魔鬼嘅責歸。神應許人，當得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選，有忠心的也必得勝。這是記載到啟示錄17章14節。請咱再來讀這節嘅經文，約翰1至3章8節。咱做者開聲來讀。犯罪的是屬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兒子顯現出來，為要奪命魔鬼的責歸。請咱來默想這段經文，然後咱就祈禱。